自2026年7月22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先知本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13章第19到25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列王记下卷第13章。犹大王亚哈谢的囝约阿斯做王第23年，耶户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，统治以色列17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所做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拢无停止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受气，几若遍将因交伫叙利亚王哈西甲伊的囝便哈达的手。约哈斯恳求上主，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因为伊有看见以色列人受叙利亚王制压。上主赏赐以色列一个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叙利亚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悠然平安住伫因家己的厝。毋过，因无离开耶罗波安的家所行的路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继续犯罪，伫撒玛利亚阿舍拉的条上还留地。叙利亚王打败以色列，吞踏因亲像在吞踏五谷场的土山。叙利亚王只有稳准约哈斯留马兵50、战车10台，甲步兵1万。约哈斯其他的事迹，伊所做的事甲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约哈斯续接伊做王。犹大王约哈斯37年，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，做以色列王16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无离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路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继续犯罪。约哈斯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以及伊甲犹大王亚玛谢交战勇猛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耶罗波安2世坐王位。以利沙犯着致命的病，以色列王约哈斯落来看伊，拍伫伊的面剃口，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以利沙对伊讲：你去举弓箭，伊就去举弓甲箭来。以利沙阁甲以色列王讲：你准备开弓，伊就准备开弓。以利沙甲王的手换地，讲：你拍开东边的窗仔，伊就拍开。以利沙讲：射箭，伊就射箭。以利沙讲：这是上主胜利的箭，杀赢叙利亚人的箭。你会伫阿弗攻击叙利亚人，彻底甲因消灭。以利沙阁讲：箭举起来，伊就甲箭举起来。以利沙阁甲王讲：拍涂骹，王拍3遍就停地。上帝中央的人对伊受气，讲：你应该着拍5、6遍，才会当拍败叙利亚，彻底甲伊消灭。但你只有会当拍败叙利亚人3遍。以利沙死，人甲伊埋葬。逐年春天，摩押人回来侵犯以色列。有一遍，有人拄仔伫埋葬死人，忽然看到规阵摩押人，就将死人歇伫以利沙的墓内，赶紧逃走。
四人一个夹着伊丽莎的骨头就搁活徛起来。约哈斯的老爸约哈斯在位的时，叙利亚王哈斯常常制压以色列人。毋过，上主因为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有愿施恩予以色列怜悯因、眷顾因，毋甘甲因消灭，毋甘甲因放杀。叙利亚王哈斯死，伊的囝便哈达续接伊做王。以前哈斯甲约哈斯交战，对伊的手攻出几若个城。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三遍拍败哈斯的囝便哈达收回遐个城。先知分析：伫列王记有一个一再重复的模式，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上主就受气，甲因交伫外邦君王的手中。当因呼求帮赞，上主就找来拯救者，互因重新敬拜上主，直到解救者死去，孙权搁再启动亚哈的老爸暗里建立的王朝，对南北国拢带来影响，拄亲像先知痛帖，即对姊妹拢沦落，成做妓女。先知特指以色列乱无大国的秉强媚勇，甲政治甲宗教混合，除了企图拥有大国的保护与权力，还乱无因的宗教甲神明，竟然袂记得上主才是以色列的保护者。列王记下卷13章21节描述，有一遍有人拄仔伫埋葬死人，忽然看到规阵摩押人，就将死人ฮ็伫伊丽莎的墓内，赶紧逃走。死人一个夹着伊丽莎的骨头，就搁活徛起来。即个发生伫耶和王朝的记载，是关系先知伊丽莎的最后一段叙述。即个令人惊奇的叙述表明，就算先知已经成做骸骨，犹原会当互死人搁活。这说明先知的工作并无受限伫以色列的编年史，是突破时间甲死亡的限制。1970年10月25日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，蒋介石代表，也就是中华民国，受赶出联合国。迄年11月19日，台湾新学院副教授米德里牧师伫教会合作委员会提议，教会应该本着信仰对时局发言。会中议请周连华、米德里、罗爱图三位牧师拟稿，但是后来并未得到多数教派接纳。时任教会合作委员会主席的高俊明牧师讲：“既然安尼，我甲草稿带转去长老教会研究。阮袂回避，将根据信仰和爱心发表宣言。”最后，长老教会伫1970年12月29日单独发表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国事的声明与建议》。声明中主张制宪，台湾前途由全体人民决定，这是上帝赏赐的人权。伫讨论过程中，罗伊德牧师讲：“到这来，咱应该讲就着讲，虽然是讲会互人关、互人抬，嘛是着讲，因为圣神的感动，该讲的就讲，
这便是先知本色。梁记作者评论以色列诸王的好歹，毋是看伊执政时间的长短、军事和经济力的强弱，是敢有看重上主以及上主所使用的人。可惜，多数以色列王只会对先知唱声，却无甲上主放伫心内。检采，这拄好是梁记下卷中间先知之声的叙述逐渐消失的原因。对着先知以利沙的骸骨，带入亡念，只有安然依附先知之道的人，才当得到性命。上主的子民真正需要的，是一遍就赢过死亡关系，互人对死搁活的迄一位。立想，对我来讲，先知的本色是甚物？对我来讲，先知的本色是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上主啊，你知影我经常袂记得你是迄位互着人对坟墓中起来，搁得到搁活性命的主。求你帮助我，会晓听见先知之声，搁通因着你的名起身，勇敢发出正义之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